各位兄弟平安。咱来练习今仔日咱所要吟的圣诗第41首，请来，请来，以马内利。咱来小可了解一下迄个旋律就好吼。来，请来，请来，以马内利，救赎以色列真行你，因受千山是真相是，也通望先行公义，欢喜欢喜。这条的速度爱搁较慢一点点，所以伊这条是迄个拉丁的圣诗吼，这是第7世纪，速度无遮紧吼，爱搁较慢一点。来，搁一届哦吼。请来，请来，以马内利，救赎以色列真行你。因受千山是真相是，也通望先行公义，欢喜欢喜，以马内利，以色列主来临。大约差不多速度就是安尼吼。好，以上。为虾米咱要点2支蜡烛？第一支蜡烛是提醒咱上帝透帮甲帮在，第二支是提醒咱撒加利亚甲伊丽莎白对以赛亚你要来临的望。是啊，甲咱的手机啊关机也是静音。
感谢建立限定的门，就用上赞建立伊的定义，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实刷到万代。这时，请咱做伙吟诗来侮辱上帝。圣诗第41首，圣诗第41首，请来，伊妈瑞丽，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爱情来
家请坐。这是咱当心来祈祷。亲爱的上帝啊，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一同来到你的圣殿，一起来礼拜。感谢你的供应，让我们在生活中恩典够用，不致缺乏。感谢主，你与我们的同在，让我们在生活的大小事上都可以来依靠你。感谢主你的安慰，让我们遇到不如意、不顺心的事的时候，可以来依靠你。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有时我们会对主你没有信心，想着要自己做主，没有让主来掌权。我们有时也时常抱怨不如意的事，而且没有看到生命中有更多感恩的事。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有时为了地上的事忙碌，而忘记花时间与主来亲近。以上这些都求主来怜悯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罪过。我们为着今天的聚会来祷告，求圣灵帮助，敞开我们的心门，来到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得着智慧，领受牧师所带来的你想跟我们分享的话语。这是咱要用主你教训我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去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咱同心来刻印，刻印文第44篇，刻印文44篇，也是以赛亚第40章。我来刻，请兄姐来印。恁的上帝讲，着安慰我的子民，着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受压迫劳苦的日子已经满，因的罪责已经显清楚。因为着不义的罪，已经受着上主加倍的刑罚。有啥话讲，着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伫风暴收平咱的上帝的大路。大家山谷拢要吞互猪，大细的山头拢要掘互鸡，弯弯的要改互直，坎坷的要收互平。上主的灵光已经显现，所有的人拢会看见。这声上主安尼亲嘴宣布，有啥讲你着宣布。我讲要宣布什么？着讲人拢亲像草，因的阳光亲像山野的花，草会干，花会谢。因为上主的气吹伫顶面，这声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毋过咱上帝的话永远袂改变。报好消息，互世间的人啊，着照寒山。报好消息，予耶路撒冷的人啊，着大声喊，着大声喊，毋免惊。对犹大的城讲：恁的上帝来啦！看至悬的上主要大权能来临，要用权力治理。看伊手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拯救的子民行伫伊头前。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要用手压我羊仔囝，抱伫胸前。这声伊要要带带遐个互羊仔训练的羊母，稳稳仔行。
即时才让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8节。第1节，上帝上帝耶稣基督的福音安尼开始。先知以赛亚的册有记载，上帝讲：看咧，我差我的使者做你的先锋，要互你开路。有写伫旷野的法，就为主准备道路，为着伊小直小路。果然，约翰伫旷野出现，教人洗礼，宣扬讲着悔改领受洗礼，上帝就赦免你的罪。犹太大所在有真侪人，甲耶路撒冷所有的人拢出来去约翰遐告白家己的罪。伫约旦河对因领受洗礼，约翰穿路途门的衫，约合皮带，食草莓甲野蜜，宣扬讲有一位比我较有权能的伫我后壁要来，我连跍落去，甲伊头下塔拢袂牵伫。我用水甲恁洗礼。毋过，伊要用圣神甲恁洗礼。以上愿上帝的话，遮做咱的智慧甲帮助。只是青少年团契要带咱来学乐上帝，伊所要行的诗歌是最美的礼物。愿一切水的歌声，诚济芳芳的济，达到上帝的面前，得着主的欢喜甲感恩。今日要互阮正道的是本堂的林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一辈主的道，小直伊的路，将时间交予牧师。咱真感谢青少年团契今仔日对为咱所准备的诗歌，听起因所吟的诗歌，咱就知影主的即个圣诞节的期咧瓦近，也透过伫即个大降节的即个第2主日，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去想到底咱应该着爱安怎来去准备？伫教会这期的内面咱
会通看见，就是规个节期内面，咱今仔日来到伫大降节的第二主日，伫教会的节期内面，上主要的两个就是一般第一个，咱应该讲的是上重要，伫咧教会内面上重要的节期是过活节，毋是圣诞节，因为主若无过活，咱所信的就空空，所以迄个过活是比迄个圣诞主的迄个降临多正肉体，伫咧迄个顶面伊若讲迄个重要性来讲，是搁较要紧的。但是伫咧圣诞节的部分，上重要是咱要安怎来去准备即个主伊的过来的再临。所以咱应该用着安尼迄个心情来去迎接主伊的迄个即个圣诞节。所以咱伫咧即个第二大降主日的部分咱会通看见，就是咱伫咧即个咱国过来即个新的一个即个教会年的内面，咱来到伫即个乙年就是咱的即个，若是要用着教会历来做讲题的时阵，伊全部的经文应该主要是用着马可福音，所以咱今仔日的经文嘛是用马可福音。咱透过着今仔日的即个经文，咱要来去安怎来去伫咧即个第二大降节的第二主日，咱要好好来去亲像，就是即个第二主日，伊的中心的信息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准备甲着咱的信心。咱期待圣神帮助咱，互咱伫咧过来的日子，咱会通准备好咱应该准备的心。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主伫即个大降节期，主你预备阮的心，互阮伫咧面对着阮家己甲主你的关系的时阵，主阮会通真清楚知影，主阮甲你的关系到怎样，搁阮是毋是已经备办好势，搁阮要怎样来成做主你所爱阮所做的。愿你的神亲自来感动阮，伫咧即个大降的节日，互阮会通搁一摆来重新来思考，互阮会通伫咧过来的日子。阮真正会通活出一个主你爱阮活出迄款安尼生命的款式，祈祷拢上过叫做圣名，阿免。伫咱今仔日咱的经文内面，一开始就讲起讲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的福音安尼开始，所以马可福音书一开始就指明耶稣是迄个上帝的囝，搁安怎？搁带来上帝国的迄个福音，这是一个开始，伊一个咱讲开宗明义，开门见山。伫咧马可福音内面，无亲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有记载着耶稣伊的迄个出世的侪遮的记载，但是伫咧马可福音，伊一个单刀直入，因为耶稣伊伫咧即个所在，伊毋是。迄个重点无在伫咧迄个出世的迄个部分，是咧耶稣国家伊要做甚物款的代志。所以伊伫咧中间一开始开宗明义，伊就开始伫遐讲起，就指明耶稣是迄个上帝的囝，佮带来迄个上帝国福音。佮伊伫迄个中间讲起讲安尼，迄个啥物的是福音？福音咱若咧问讲，人问讲啥物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就是好消息。啥物款的好消息？就是上帝囝耶稣基督要来到伫即个世间，来伫即个所在来掌权。迄个上帝国，迄个咱讲在地如在天的迄款安尼掌权要临到伫咱即个地面上。所以迄个上帝伊迄款迄个伫天，亲像伫咧地里，亲像伫天里，迄款安尼的迄个心意。伊款安尼要掌管即个全世界，全宇宙，安尼款的伊的迄个心意，毋是讲伫咧迄个时阵才有，是其实伫咧创造的时阵就已经藏伫咧上帝心里。先知以赛亚将安尼迄款，将主的迄款安尼的心意，怎啊来甲记载落来？
互迄个囡仔相信即个福音的人会通备办好伊家己来迎接主耶稣的再临。迄个伫咧历史的即个演变不断伫咧进程的时阵，耶稣基督伫咧2000年前伊道成肉体来到即个世间，佮为着世间人的罪来献上伊家己的性命。伊也伫迄中间伫遐来预告，伊伫遐预告啥物货？伊伫遐预告讲，迄个国过来，迄个咱讲迄个末日，迄个大而可畏的迄个日子来临的时阵，伊要带领着正圣道安尼坐着云安尼降临来审判即个世界。佮咱伫咧迄个主再临的迄个时刻，主耶稣伊也讲，伊过来的日无人知。因耶稣安怎讲？耶稣讲安怎讲？伊讲关系迄个日、迄个事无人知，天顶的天使毋知，囝嘛毋知，只有爸知尔。伫咧即个等待的即个时期，只有会通做的代志，就是咱爱好准备好咱家己，参与伫咧主伊的迄个心意的内面。若是咱无准备好，佮参与伫咧主伊的心意内面。安尼，咱会通看见的，就是伫咧即个，咱讲伫咧即个生命的巨轮的即个中间，咱有可能咱就毋是真做迄个，甲主耶稣同齐来审判即个世界，是要真做迄个，当主过来的时阵，咱是迄个受审判的其中的一个。所以伫咧咱今仔咱的经文内面，一开始讲伊去讲到啥物诶？伊讲到迄个，看我找我的使者。做你的先锋，安尼迄个讲到迄个讲迄个先锋，也是讲迄个使者，咱要问的是，啥物人是主的使者，也是讲啥物人是主的先锋。咱若其实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文的即个第20内面，伊所讲起来，伊讲迄个我找我的使者做你的先锋，我要甲你开路。伫即段经文，其实伊是。对于即个马拉基书第3章第1节内面，咱也有机会看到旧约马拉基书第3章第1节，伊对遐来引用着即段的经文。当初时，先知伊伫遐来责备着当初时即个犹太人，因为伊责备犹太人安怎？因伫迄个中间，因伫遐尤其是伫咧即个咱想象讲，伫咧马可福音。伫咧写即段经文的时阵，是伫咧差不多伫咧主后60年迄卡达。但是伫咧马拉基书是伫咧什么时阵写的？是伫咧主前差不多300几年，要到400年，中差不多有一个安尼400年的时间，先知无搁再出声。伫咧迄个先知无搁再出声进前，先知上老尾讲的话，伊伫遐讲起着犹太人，因伫迄中间，因伫遐献祭。因无用到因的专心来伫遐献祭，因所献的是无清气的祭，因伫遐来侮慢上帝的名，因将迄个咱讲迄个原底本底应该献祭爱献上的遐个礼物，是迄个咱讲无有破相的，遐个无有破边的，结果伊将遐个破相的、遐个破边的、摆卡的摕来献祭，来侮慢上帝的名。因将迄个安尼，咱讲看迄个规个迄个敬拜，迄个伫咧圣殿的敬拜，是一个咱讲真啰嗦的代志。所以，即位咱讲即个先锋也好，讲即个使者也好，伊需要来到伫即个圣殿要做啥物代志？伊需要来洁净即个圣殿，要重新互即个圣殿恢复迄个。应该有的迄款安尼的敬拜，等待上帝迄个受满意的临到即个世界，所以伊是伫遐备办好，爱准备好要互即个比赛也是用即个受满意的临到即个世间，伫咧迄个伊来再临进前，爱准备好势。同款，耶稣基督伊降临的目的，一个真要紧的，就是。要来洁净人的罪，甲洁净人的生活。搁即个世界，咱若看见，即个世界其实真正有侪所在，
需要安尼咱好好来大摒扫。伫咧有一部电影，我毋知影咱毋捌看过无？真久过去，以早就已经捌演过。后来即部电影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后来捌过互人翻拍过2、3次的即个电影。即个电影叫做《叛剑喋血记》。即部电影伊伫遐讲起着有关英国皇家海军一个真实的即个叛变的迄个事件。伫咧中间有9个即个叛变者吼，因落尾手就互人安尼讲放逐到伫咧迄个岛屿的顶面，叫做毕加岛。伫咧即个毕加岛的面顶，另外阁有6个查甫的土著，甲着10个即个女的即个土著，甲着阁有另外一个15岁的查某囡仔。即个故事伊讲起着落尾手后来其中即个叛变者内面有一位真成功就安尼酿制了安尼迄个酒出来，伫遐安尼做酒，终于甲即个酒做出来。但是即个酒做出来了，就接连续安尼发生侪遮个可怕的代志。咱地方想象，就是因为酒的缘故，致到发生的遮个代志。所以一个遮个叛变者，一个都相继死亡。上落尾到伫上落尾遮个叛变者，敢若最后剩一个，即个叛变者叫做史密斯亚历山大，敢若剩即个人伊留落来。但是因为上帝恩典伊伫咧一届真无意义中，伊去看到安尼现着伫咧原地本地伫咧船顶所留落来一本的圣经，伊就摕起了即个圣经，就伫遐来开始读。伊伫遐读了圣经了，伊决心，伊讲伊要甲遮个土著来共同来建立一个遵守圣经的准则的一个社群。后来20年后，安尼一只即个美国的即个帆船，怎经过即个小岛即个，但是咧，伫咧迄个小岛，迄个时阵，所有即个即个小岛面顶遮个人因即群人已经拢变做安尼基督化的一群的群体。所以即群的群体，因伫咧即个小岛面顶，因无需要搁安尼设置即个监狱。因为无搁再有人犯罪，嘛无有病院，因为无人破病，无有遮个亲像讲精神病院，因为无人搁一条伫遐咧电工，嘛无有安尼文盲，因为因伫遐读圣经。世界无有一个所在会通亲像因安尼共款安尼，因伫迄个中间来伫遐享受太平。这是经过了基督的即个信仰的迄个头也结晶那亲像洗礼共款，伫遐来产生出来的一群的社群。只有人愿意来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毋管是进入伫人的内心的内面，是伫咧规个即个社群的中间，基督的信仰会那亲像咧防腐剂共款安尼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消毒。伫遐来安尼消除即个社会所有一切遮个毒素，来建立一个真正纯洁、合伫上帝所欢喜的一个社会。伫咧即个叛剑喋血记内面，迄位回应上帝呼召的迄个使者，真显然是迄位史密斯亚历山大。那安尼。我要问是，伫咧咱现今即个世代，安尼迄位使者是甚物人？是咱嘛？是咱其中的倒一个人嘛？是咱每一个人？安尼，如果咱若永远毋是迄个迄位使者，
咱是亲像即个暑假以外遐个局外人啊，咱毋通袂记，伫咧电影内面，遐个局外人因的结局是甚物货？伫咱今仔的经文内面，加西利约翰啊，诚做迄位使者，伊伫遐来宣讲着迄个悔改的洗礼，对犹太人伫遐来啊，咱会通看见，对犹太人来讲起啊，迄个因其实非常了解到即个礼仪顶面的迄款安尼迄种洁净的迄个礼仪。犹太人因逐工拢照规例爱例行爱去安尼沐浴，吼，因为因感觉讲因每一工因伫咧甲人的接触因会受到污染。所以因拢会有做足侪即种象征性的迄个洁净的动作，亲像咱若有机会去到伫以色列，咱伫咧迄个圣殿耶路撒冷的迄个西墙的外面的所在，咱拢会通看见着亲像即个圣迄个安尼的迄个水池。我毋知影你有看见迄个水池有啥物款的无共所在无？毋是水池的问题，是迄个杯仔的问题。迄个杯仔面顶有两个耳啊。以色列人因感觉讲，连摕迄个杯仔吼，咱一般的杯仔拢加一个耳对无？我摕到迄个耳我着手着垃圾去啊！我手垃圾摕到迄个耳即个杯仔着叫我弄垃圾去啊！所以我着爱摕到一个耳我甲即边搁先甲洗好好势，我手先洗拢洗好，搁甲即边的耳洗好好，即边的耳搁洗好，搁甲迄个，因为我手头搁去摸迄个水龙头，我毋爱搁甲冲好。你着知影讲，因伫遐敢若要去进入圣殿，因爱有偌济的遮个仪式伫迄中间，因才会通入去圣殿。这就是因的洁净的礼仪。但是这拢是敢若外表，但是人进入圣殿，伊的心到底怎样？伊的心有洁净无？这是一个咱需要去好好来去深想。因为以色列人因有足侪遮个象征，包括你若去以色列，因嘛有迄种较进前派，伊还搁去沐浴，还去浸伫咧水池内面，逐工伫遐咧撸，惊家己活迄落安尼拍迄落误会啦啥。所以咱就会去，咱会通去，包括即摆一寡天主教的一寡修院内面，嘛抑阁有即种迄种类似浴池，互你人规个浸入去。嘛有迄种苦行的，伊就家己关伫咧一个房间内面，佮甚至摕到迄种皮鞭伫遐说家己，然后我罪，吼，迄落伫遐安尼，伫遐咧忏悔家己的罪。咱就会通看见。即个因伫迄中间，迄个会通讲迄个即种洁净的礼仪，诚做犹太人因的礼仪内面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犹太人来讲，外邦人因为无遵守着这犹太的任何的这律法，所以因的确是无洁净的，来讲无清气的。所以，咱用想象讲，当这外邦人因若要来安尼，咱讲皈依啦吼，要诚做犹太教的时阵，因必须要遵守3项的代志。第一项就是因伫迄中间，因需要行割礼，这是伫咧按照着即个摩西的即个律法内面，这是诚做甲上帝立约的记号。第二就是因爱为着因家己献上即个。即个祭物，因需要赎罪。其实咱若注意看，所有民间的宗教嘛同款，一定拢需要透过着安尼行礼，以生命取代生命。所以，你看嘛，伫咱台湾有侪遮个传统的民间的信仰内面，咱拢会通看见，啥哪一定爱抬猪，啥哪爱抬牛。以色列人因伫遐献祭的时阵是掠着，不管是掠着羊啊、掠着牛，甚至是粉鸟。如果若是一只牛较好比，掠着牛的牛角，边仔人小可甲牛掠咧，伊的头爱拄着伊的头，讲伊代替我，伊的性命代替我，则摕着刀一手对即个牛的颔棍
甲插落去，互伊流火出来，摕到迄个杯，摕到迄个碗，甲迄个火神的，摕即个火去献祭，为着家己献上祭呢。因需要伫迄中间，只有用着火，才有法度赎人的罪。第三就是洗礼，安尼象征着伊过去迄个误会生活，他未得到洁净。所以，即个洗礼自然毋是用水讲伫迄中间咧压遮尔简单，因需要安尼将水规个身躯甲伊浸落透。这也就是安怎？咱即马咱长老教会洗礼浸信会无甲咱接纳，伊讲咱洗了无够清气，吼。但是搁较要紧的是毋是？咱的迄个。心灵的迄个迄个洗礼，包括咱的心的割礼，咱的心是毋是真正有欢喜，甲着即个世界安尼分别做成，将咱家己分别做成出来。所以咱会通看见，安尼因伫迄中间，犹太人因自认因家己是迄个上帝选民，佮安尼行说咧约翰却认为。像犹太人，因伫咧即个种族的即个意识的顶面，因事实上因并毋是真正上帝选民，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完全的，只有过着迄个完全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才是属于上帝。所以咱要成做一个属上帝的人，佮安怎，咱就爱了解就是迄个迄个反悔罪，甲着即个洗礼。是一个不可或缺，是彼此伫遐的相连的。人若期待要成做一个属上帝的人，安尼咱必须要伫咧三个方面来认咱的罪。第一个，咱必须要来咱家己来认罪。咱人的本性通常对咱家己的行为，咱拢是目无看。咱较容易看到别人的，咱看袂到咱家己的。意思到咱伫咧中间，咱特别咱对咱家己所犯的过失，咱会过错，咱会通有当时咱讲个视而不见，无想要理会。意思到咱家己得罪咱家己拢毋知影，咱必须要来咱家己来认罪。第二，咱必须要来着迄个受害者来认罪。咱毋若爱上帝来表达咱家己迄款安尼的反悔，包括着讲咱有当时咱得罪别人的时阵，咱毋若伫咧上帝面前懊悔，咱应该搁较愿意真诚恳来到伫即个受害者的面前，伫遐受委屈的人的面前，伫遐来认错。咱需要先大声来去刷开迄个人甲人之间的迄款的篱笆啦。才有法度挪开迄个神圣的迄个阻隔。我们要先移去人跟人之间的那个篱笆，才能够挪开神圣的这个阻隔。因为连马太福音内面真清楚写起，你要去到伫这段献祭的时阵，若受起你的兄弟对你怨恨，你就应该将你的祭物先放伫咧坛前啊，毋是坛顶啊。先去甲你的兄弟和好，然后才去献祭。今仔日咱到底咱来到伫上帝面前礼拜时阵，咱的心中，咱感觉过，咱有去想到，咱有甲什么人有什么款的怨恨啊无？是毋是应该先去甲着咱的兄弟和好，然后来献祭？第三。咱需要来着咱的上帝来认罪。当人伫遐心高气傲，伫遐安尼迄落骄傲的时阵，咱将咱家己看做牛，看做比上帝较牛。有当时咱所活出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知影讲咱爱高举上帝名，但是咱活出来其实。真侪时阵，咱却是伫遐高举咱家己，咱却家己毋知影。当咱的即个傲气消除的时阵，迄个上帝的迄个饶赦才拄开始。
咱是毋是有来到伫上帝面前，真实来伫遐来反悔认咱的罪咧？啊，是咱伫咧礼拜时阵敬拜时阵，咱是一个徒具形式。咱就应该知影，咱的主伊是一个监察审察人的动机的主，因为伊看咱家己咱所做人看家己的所做做着，毋过上帝审察人的动机。所以咱透过咱今仔日的即个，特别是伫咧即个大感谢的第二主日，咱应该伫遐好好来去亲像即三项。过来，假设约翰伫咧今仔日咱的即个经文内面，伫遐伊伫遐来安尼，诚做迄个上帝的迄个神通，主要所的神通，安尼迄个神通到底要做啥物款的代志？假设约翰伊诚做上帝迄个使者，真天然，咱也看伫咧经文内面会通看见，伊所做真有果效，因为所有的遮个百姓群众，拢安尼来到伫伊的面前，听见伊讲道，毋若听伊讲道，搁伫迄中间欢喜来伫遐来谦卑接受伊的洗礼，安尼。听说咧，约翰为什么有法度伫遐深深伫遐来感动着伊家己的遮同胞？我想应该有几项代志，咱会用好啊来去对伫咱今仔经文内面通看见。第一个就是伊伫迄中间，伊活出伊所传的道理。咱会通看见，听说约翰伊将伊家己规个性命，拢伫迄中间来指出迄个伫咧迄个时代，会做遮个生活的迄个弊端。你看，伊伫咧中间，假设约翰，伊甚至伊毋惊迄个权势，伊伫遐来指出即个王伫遐所做的遮个代志。记到叫关落家，上落尾王为着要安尼来偷伊的即个妇人人的查某囝的翻身，将伊的头壳斩落来。但是伊伫迄中间，伊伫遐活出伊所传的、伊所讲的，甲伊所行出来、所活出来是相像的。所以，假设约翰伊伫咧三个方面，伊伫迄中间以身作则，来见证伊的讯息。上简单的就是伫咧经文内面所看见，伊住伫咧迄个旷野的所在，伊甘愿伫遐离群所居啊！伊伫迄中间，伊伫遐创啥？伊互家己有机会会通伫遐安静听上帝的声音。今仔日咱太侪时阵，咱真爱安尼点，咱会用想象吼有当时咱若伫遐伫咧真安静的时阵，咱心内会有一寡的恐慌，小可安静者，咱的心会袂自在。但是假设约翰伊住伫旷野。伊伫遐安静，伫上帝面前，伫遐来听上帝声。伊听了，伊就伫遐来讲出上帝爱伊所讲的话。第二，伊伫遐穿着即个骆驼毛的衫，甲着即个腰下即个皮带，甲亲像过去古早即个先知以利亚的迄款安尼装扮共款。第三，伊伫遐食着即个蝗虫野蜜。蝗虫伫咧即个咱的即个律法册内面有讲起，蝗虫是洁净的蜜吼。咱华人即摆嘛有一种，是不是炸蝗虫？对吼，所以蝗虫是真正会食你的。恁敢捌食过？咱有捌食过？杜鳖啊，嘿，好，有个餐厅内面，搁煎一支小小甘蔗，是毋是？落去炸。好 ，OK。伫即个所在，咱会通看见的是，假设约翰伊是过着一个真简朴的生活。咱今仔日咱伫咧即个世间，咱会通发现，咱所活的即个生活，哪来哪舍，讲奢侈、奢侈。假设约翰伊食简单的食物，咱用想象讲。迄个豪华奢侈的即个生活，容易互人坠落，
互人的灵魂坠落。所以，咱就算讲，咱会通看见咱过去有真侪遮信仰的先辈，因虽然讲因可能因安尼嘛真富有、真好业，但是却是因过着一个真简单的生活。因伫迄中间，甚至有个人，因伫遐，因一生伫遐努力伫遐趁钱，但是伊的生活却是伫遐过着真艰辛的生活。啊，亲像咱真侪人可能拢捌食过迄个桂格燕麦片，迄个桂格，哦，桂格即个人，伊伫遐，伊就是伊是迄个咱。伊是一个真敬虔的基督徒，伊伫遐安尼真努力，伫咧即个世间伫遐趁钱。伊所趁的钱创啥？摕来奉献予教会。伊伫遐奉献予教会来做侪遮的社会的服侍、自身的路用。伊家己确实过着一个真简单的生活，亲像咱今仔日所看见即个加西勒约翰伊迄款安尼的生活。所以咱会通看见加西勒约翰伊干那伫咧即个咱讲一个外在的即个部分，伊活出伊家己所传的。伊伫咧中间，伊爱遮个犹太人特别是遐个遮有伫遐安尼部落顶遮个吼行贿赂遮个人，讲恁过去贿赂，当无搁再贿赂；过去做歹，当无搁再做歹。伊伫迄中间，伊挖出来互因看。过来，伊伫迄中间，加西勒约翰伊伫遐满足人的心灵，伊伫遐讲出人内心的迄个深处的迄个声音嘛。伊伫遐，伊要求每一个人伫迄中间爱，人讲立刻做出抉择，做出3个抉择，他无搁再继续犯罪。伊伫遐中间，伊用人的良心伫遐来讲话，伊用着伊的迄个性命的见证来互人。伫迄中间，安尼心你着试察了，伊伫遐人无法度来抗拒伊迄款安尼的信息，因为伊真正安尼活出来，伊也伫迄个中间伫遐来苦劝，人就伫咧迄个中间来接受。过来，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来宣讲上帝的话，伊互人，伊所宣讲的，是互人一个听到，人就马上有法度来分别讲。无毋对，这是对上帝来的声音。今仔咱到底咱伫咧听迄个宣讲的时阵，咱有法度去分辨上帝声无？真侪时阵有人有会友有兄弟姊妹来问牧师讲：牧师啊，我哪会知影讲什么是上帝声，什么是主耶稣？我咧祈祷是安怎？我拢听无主的声。主耶稣伊安怎教示咱？伊讲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的羊知影我的声音，捌我的声音。如果咱若无法度了解上帝的声音，安尼咱需要搁较侪努力来听，努力来读上帝的话，咱就会通分别什么是对上帝来，什么是对可能是对咱的血气来。啥物货是对撒旦来？因为主伊家己安尼讲，所以当加西勒约翰伊伫遐来宣讲上帝的话的时阵，人一听见就马上知影讲，这是对上帝来的。咱也期待咱真正咱会通伫咧不管是伫咧听讲道，伫咧读圣经，是咱伫咧咱日常生活中，甚至有一个美声声音伫咧咱的脑海内面对咱来讲话时阵，咱有法度去分辨，啥物话是对上帝来的，互咱会通行伫咧迄个上帝爱咱行的迄个道路顶面。第三，伊伫迄中间，伊完全谦卑家己。加西勒约翰伊完全安尼无家己。伊专心伫迄中间来顺服，伊来完全来安尼讲舍己。伊伫咧伊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迄个经文的内面，伫咧伊所传的信息的内面，伊完全表现出伊迄个无家己的迄个态度。
所以迄种无家己的态度，才有法度产生一款安尼的气力，互人会通去听见。因为人听见知讲这毋是咧讲互伊家己的，毋是咧讲互为着伊家己的，乃是伊知影真清楚，伊伫咧中间，伊伫遐讲起着伊应该讲的话，伊伫遐宣讲上帝的话，伊阁伫遐谦卑顺服，伊无掠家己最悬最大。上重要的就是伊伫迄中间，伊超越伊家己，伊指出侪人甲即个代志拢是只会超越伊家己的范围以外。就是伊伫遐对人讲起讲，伊的洗礼是用着水伫遐来洗，但是迄个得要来的，伊要用着圣神甲人行洗礼。迄个水只不过是干那会通洗清人的身躯。但是圣神有法度洁净人的生活，甲规个心灵，所以伊伫遐来，伫遐真清楚来指引迄个就近伊的人来指引一个搁较清楚的目标，互人来就近伫迄个所在。今仔咱会通看见有侪人吸引人来到伫咱面前，国怪都无啊，来到伫咱的面前。如果若是安尼的时阵，迄敢是咱要所要军队？但是今仔日咱若是听见的是迄个指引伫迄个迄个永远的、迄个得要来的迄位，伊要赏赐圣神，要互咱来得到洁净。所以行洗礼约翰伫迄中间，伊知影伊家己，伊是主的使者，伊毋是迄个主角，伊毋是迄个得要来的迄个主角。伊服侍的规个目的是要互人甲着迄位。比伊搁较强、搁较大的迄位耶稣来甲伊伫迄中间来甲伊安尼连接起来，人安尼愿意来听伊讲道，是因为伊来，毋是伫遐来介绍伊家己，乃是伫遐来指引着另外一位迄个需要倚靠的迄个主耶稣。所以伫咧即个大讲节的即个第二主日，咱会通搁一摆转来到伫咱头拄讲伊。第二主日，伊的中心的信息就是准备甲着信心。愿咱真正会通好好备办好咱家己，成做主的使者，亲像行洗礼约翰共款。咱伫迄中间来欢喜，来谦卑弃权，互主伫咧咱的生命内面来掌权，互伊的名伫咱的生活内面来得到高举，互咱真正会通用着圣经成做咱生活的准则，咱伫迄中间来实践主的话语，用着圣神顺服着圣神的光照甲引带，互咱用着咱家己的迄个性命来伫遐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互人因为听见、看见咱所活出迄款安尼的性命、迄款的见证，也伫迄中间愿意伫遐来悔改，来认咱家己的罪，伫遐来因。欢喜伫遐来，安尼接受洗礼，归入主的名，互罪得到赦免，搁毋若安尼，搁会通领受迄个圣神的气力。求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搁一摆满心感谢你，伫即个大讲节的即个第二主日，主你搁一摆透过今仔日阮所领受的经文。你搁一摆，互阮会通来安尼受到激励。主啊，愿你的神不断来开启阮、帮助阮，互阮伫阮的生命中不断看见主你伫阮生活中的模范，也互阮伫阮的生活中时常会通伫逐工所领受主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准则。互阮伫阮咧生活的过程内面，阮欢喜来谦卑屈下家己，弃权来互主你来伫阮的中间，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互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掌权做王，互阮伫阮所做所行一切，互阮所有一切的所看的代志、所听的、所想的、所讲的，以及所行的，真正拢会通安尼，互主你。得到应该得到的阳光，愿你听阮恳求的声，正你的心意伫阮的心内，阮的生命中，安尼恳求祈祷，靠着基督圣名，阿门。
这是写咱同心因时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46首，圣诗第46首，献主要在临无言地，请咱起立来因传唱。请坐。本主礼是圣衣奉献主礼，请咱用感恩的心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起立，来去奉献的时光。耶和华，你是天底的主宰，阁有阳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伊若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我感谢你，学了你极大的阳光。我是甚物竟然会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主外人，是寄卡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
愿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予你。大家请坐。这是咱来感恩奉献，请吴承安执事、曾建明执事来书献。祝嘉义咱关心乐意的奉献，若有地摆来唔知影奉献意义的人，通唔免奉献。请咱起立来应奉献的诗歌。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一周的疲劳之后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做所有的事工都为主你即将为我们所预备的，也求你能够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现在奉献一点金钱为教会使用，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些奉靠主耶稣圣名所求，阿门。请坐。这是咱来读本周的经句，咱做伙来读。我用水甲你洗礼，毋过要用圣水甲你洗礼。马可福音第1章第8节，咱搁读一摆。我用水甲你洗礼，毋过我用圣水甲你洗礼。马可福音第1章第8节。这是咱来报告。有第一摆来的新朋友无？还是真久无来的？好，咱来报告。第一项是本主日是11奉献主日，我们用感恩的心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那台语礼拜后将召开主日原校教员会。下主日为退休牧师传道奉献主日，传福会派正宗的牧师前来请安、报告及证道。本会托李正传弟兄制作昂古贵圣诞糕，于圣诞节赠送兄姐，开放订购至17日止。第4点，24日上午9点半，本会圣诞感恩礼拜含圣礼典，有意洗礼者进教会之兄姐，向教育部曾碧光长老预约上洗礼前的必修课程。16日晚上7点举行问道会，请成人洗礼、坚信礼。小额洗礼者与小会员预备心参加。24日为本年度关账日，请各团体将年度结余款于当日缴回教会给庄发美长老。教会关账日定于28日礼拜四。第6点，请各团契整理2023年结算表及事工报告，2024预算表及事工计划，年底环境整理，并于31日前交办公室。第7点，更生团契每年举办天使树活动，关怀受刑人未满18岁子女。
在圣诞季节为孩子们送上一份礼物。活动是17日止。第8点，几个团契安排2024年1月至3月的聚会内容，并于10日前交至办公室。肢体消息，本主日下午3点于南方澳教会南洋区会举行救主圣诞联合圣餐礼拜。其他肢体消息，请自行参阅。那下周侍奉名单还有同工人员，请预备心和时间参加。还有周报上面的会计还有奉献报告，请大家过目。如果有问题的话，请向财务同工反映。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咱若有要洗礼吼，今仔日咱的信息内面一个真要紧就是洗礼。咱若是有兄弟也未洗礼，赶紧有想要进教洗礼，请赶紧来闭关长老来申请吼，迄个登记爱来上课。那迄个今仔日吼下晡3点，伫咧即个南方澳咱南洋区会的联合的圣餐礼拜。若有人要去，因为路途较远吼，若有人要去的，会用烧招。无使因为今仔日去爱聚会吼，所以我爱提早到。所以无使的车是1:30，吼。所以若有人要去的，吼，要爱互我知1:30，吼。若1:30无看人，我就走啊，吼。好，过来就是即个拜六因为咱教会嘛有侪遮个事工吼，迄个拜六16号有侪代志，就是包括咱的即个不管是咱的注意到咱的遮青少年团体有即个演剧的即个排演吼，但是16号迄天嘛有即个伫咱即个市公所后壁即个市民之声广场遮有即个爱在圣诞爱在那个宜兰的这个音乐晚会吼，因为因甲咱教会征召10名啦吼，但是咱教会嘛做侪事工，所以特别是你若是无参与伫教会不管是诗班的练唱，甲着即个那个戏剧的排演吼，咱时间都合来好势，尽量来去参与伫咧迄个服侍即届即个特别咱较简单的，就是有10个，咱需要有10名的即个摸彩的同工去帮忙即个斗对奖吼。所以请咱的兄弟若迄个时间都合袂好势，来按着咱的干事来报名。以上。好，那即马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啊，我们一起为着世界的平安祷告。现今世界上仍有许多地方承受战火的侵袭，俄乌战争已持续1年多了，还有最近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冲突，战争已夺走不计其数的宝贵性命。求主的和平临到，祈求战火早日平息。我们也为着台湾这块土地祷告，下个月就是总统大选了，求主带领台湾选出合你心意的领导人，也求主保守选举过程中不要对人民造成太多的冲突、对立和分裂。最近适逢天气变化大，许多疾病都在国内蔓延，求主保守会友们的身体健康，特别是给长辈和小孩足够的体力和免疫力。身体正在受病痛所苦的会友，也恳求主来医治。最后，我们一起为着教会建堂以及年底的圣诞节事工来祷告，求主带领更多有感动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让我们在参与的过程中经历主奇妙的作为，让教会在过程中更团结、更合一，也让附近的居民和社区能走进教会来认识主。以上祷告所求，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因上面的诗歌，圣诗第387首，圣诗第387首，永根归献俾上帝。请咱做伙起立来因传首，因诗传请牧师来就读。因
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险。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恁正纳三个地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